来是这个郭文铁的太太陈培琪，替后生做龙头来开公司，防质疑违法。陈培琪上班的联合病院下晡开调查会，陈培琪嘛到场来说明。早起一透早真难得，这个郭文铁甲陈培琪做伙伫个门卡口来现身，也毋过面对着记者的问题，拢总无回应。 民众党主席郭文铁甲因太太陈培琪相对要出门。来，郭文铁和记者约咧问的时，陈培琪赶紧往另外一边行，无做伙。这敢讲是因为伊今仔日就要去联谊，针对龙头公司的代志进行说明。主席应该就是告诉佩琪医师说，就清楚讲明白，跟联谊如实交代就好。 无像今日一天接受访问，就还佫靠郭文铁来动，是讲公务人员的身份，敢有用后生的龙头开小草咖啡厅？陈培琪讲会甲联谊讨检举人的检举批，了解讲到底是查到伊伫倒一间公司检进。民众党都可以每天开记者会啊，我为什么不能够在家里每天小型的记者会？另外，前民众党新竹县党部执行长林冠联。 也了讲，陈培琪去立法院附近看1亿2千万的厝以外，佫讲有民众党的金主陪伊看厝，佫毋拿一间尔。看房子是每一个人大家的这个人生规划。那至于是不是豪宅，我不清楚。只是说现在这个房价的确蛮高的哦，所以可能随便一看就会是一个蛮高价的房子。 进前有龙头公司的问题，即马佫有看好体好业厝，毋茫讲后生结婚的时有厝通住。陈培琪引起的话题，真正无输郭文铁。Hello， 我是雷亚，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